Rose 來我家買鹹酥雞，店家反被刷1星，雖遭到照已報警。韓國女子天團 Blackpink 18、19日在高雄開唱，掀起粉紅狂潮。成員 Rose 每到一個城市都會吃當地美食。首場她品嘗舊鎮南鳳梨酥和50嵐波霸紅茶拿鐵，吸引粉絲搶購。第二場她大啖鹹酥雞。有網友在 Threads 聲稱 Rose 來我家買鹹酥雞，引發熱烈迴響。隨後有店家跳出來指控該網友盜用照片，還害店家 Google 評論被刷1星，呼籲大家不要受騙。BLACKPINK 商機無限，被不肖分子用來騙流量，作出現 Threads 文聲稱 Rose 下午來我家買鹹酥雞，還附上 Rose 與一女合照阿勇鹹酥雞店面照。不久有網友自稱是阿勇鹹酥雞老闆娘，表示看到有人在網路上用我們的照片，說 Rose 吃的鹹酥雞是我們家的。想跟大家澄清一下，照片被盜用，我們沒有任何人員鋪文。另外也發現有人在 Google 給我們1顆星，我們真的只是剛創業的年輕人。開業不到1個月就遇到這種事，真的很無奈，並稱已報警。事實上阿勇鹹酥雞位於台南永康，工作人員不太可能跑去買回高雄，更遑論 Rose 本人出馬。而盜用照片的帳號前一天也曾聲稱 Rose 是吃他家的鳳梨酥，有網友說那篇很明顯就是詐騙文，結果不知道為什麼流量還超高，老闆太無辜了。而且 Rose 與素人合照在小紅書就能搜到一堆，不少人對店家表示同情，紛紛檢舉詐騙帳號。